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頻道。今日係5月23日星期日。今日由我小窮美同大家講下中國歷史啦，就係秦國嘅逆襲商鞅變法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歷史上一個好經典嘅逆襲故事，就係商鞅變法。背景，由弱雞變強者，大家知唔知？其實以前嘅秦國位置好偏僻，喺西面嘅邊陲，國力弱到成日俾東面嗰幾個欺負。去到戰國中期，秦國終於出咗個想發奮圖強嘅老細，就係秦孝公。佢好想搞大個國家，於是就重用咗個叫商鞅嘅狠角色，前後推行咗2次大變法，目的好簡單，就係要同東面班列強一決高下。核心大招，富國強兵。商鞅變法嘅核心方針可以用4個字講晒，就係富國強兵。商鞅當時出咗幾招好厲害，甚至有啲殘忍嘅手段。第一招，加強中央集權，佢推行縣制，全個秦國起咗41個縣，全部由國君直接管，咁樣就可以削弱班舊貴族嘅勢力，做到政治穩定。第二招，嚴格治安管理，佢將百姓編制戶籍，5家人叫伍，10家人叫雜。最絕嘅是推行連坐法，如果一屋犯罪，條村其他人唔舉報就要一齊坐監，逼大家互相監視，結果全個國家治安好到不得了。第三招，經濟改革，佢廢除咗舊有嘅井田制，承認土地私有，准大家自由買賣土地，又大力鼓勵農民耕田，令到大家加給人足。第四招，軍事重組，佢設立咗20等軍功爵。以前得貴族先可以做大官，依家唔理你咩出身，總之打仗斬得人頭多，立到軍功就有得升職發財。如果皇親國戚無軍功，對唔住，照樣削你爵位。呢招一出，秦軍嘅戰鬥力即刻爆升。結局奠定統一基礎。所以如果我哋將商鞅變法列成一條富強方程式，那就是中央集權加上土地私有，再加埋軍功爵制，答案就等於富強。變法之後，秦國君主嘅權力大晒，國家有錢，軍隊又打得。雖然商鞅個人嘅結局好慘，最後俾人害死咗，但之後嘅秦國君主見套法例咁有效，都繼續沿用落去。正正因為商鞅變法，先幫秦國打好咗最穩陣嘅底子，令佢哋最終可以統一全中國。我嘅分享到呢度，記得訂閱小窮仔頻道，多謝大家，下次見。